统做错一些决定，然后要行政院长下台负责这件事情，可是就会出现有权无责这种种的现象。我认为现在宪政体制就是，其实宪法上有蛮多就是守旧的观念，还有它可能没有办法与时俱进的，就是一些条文嘛。我听说台湾的宪政体制它好像是比较混合的，就是在总统制跟内阁制之间它不是一个属于偏向某一端的。韩国瑜比较希望他能够更清楚了解到整个我们国家宪政运作到底是怎么样的运作。因为我觉得韩国瑜做的怎么样，那个大家应该可以自己从媒体上面而言，或者说自己心中有所定见。但是我觉得对于他的学术背景还有他的之前的参政经验来讲，如果要处理国际之间的交流，我觉得是有蛮大的限制的。我认为如果韩国瑜当选的话，那我希望他去读一下宪法，然后放寒假快乐。小英总统，如果你成功当选的话，我希望你能重新审视这个体制，成为一个有权有责的总统。韩国瑜加油！推动修宪有你有我，修宪论坛迫在眉睫，修宪论坛刻不容缓，启动修宪看见改变，启动修宪论坛，拒绝有权无责，请锁定修宪论坛。锁定修宪论坛，让明星推动修宪。让明星说，参与推动。